實測網上最紅嘅2000蚊內 budget 嘅風筒。咁話說咧，上次咧出完 Dyson 嗰3個風筒比較之後咧，就有人留言話：喂，如果係乜嘢風筒嘅話，你又點睇啊？所以咧，今次我揀咗3隻網上面最多人問，又或者呢排好 hit 嘅2000蚊內嘅風筒。如果淨係俾我揀一隻，應該買邊隻呢？睇完呢條片我就俾一個答案你。咁呢3隻風筒咧，分別係之前消委會報告攞非常高分嘅 GHD Helios 啦。第2同第3隻咧就係呢排網上討論度好高嘅 Panasonic EHNA0K 啦，同埋呢個 Grand Palm 嘅 GP717嘅。咁下面比較咧，我會直接叫佢哋嘅 brand 名算啦，因為有啲型號名咧都幾翹口嘅。今次除咗參數、真實使用同埋功能之後咧，我仲揾咗一個長頭髮漂過髮嘅同事去測試埋呢啲風筒對髮質嘅影響，同埋喺風力測試嗰邊咧，我仲加咗一個小實驗，再準確啲嘅。首先喺重量方面，唔睇官方嘅數字，用個磅實際去量嘅話咧 ，GHD 咧就大約重530 gram 到 ，Panasonic 咧就重430 gram，Grand Palm 咧就重370 gram。咁 Grand Palm 喺重量方面咧就輕過另外嗰2隻，而攞上手嘅感覺咧，我自己覺得 GHD 同埋 Panasonic 咧個重心都好明顯喺個風頭嗰度。Grand Palm 咧因為本身設計咧似一支直筒啊，所以我覺得個重心係好平均啦，好輕啦。咁順帶一提 ，Grand Palm 呢個設計咧，我自己覺得因為縮短咗風嘴同埋頭髮嘅距離，所以我覺得吹起上嚟咧個風係再精準啲，加埋 One Brush 去用咧，我自己覺得減少咗有時手殘唔知點樣攞個風筒對準嘅 One Brush 唔同位嗰個痛點。之後咧就到風力啦，我哋就會用上次 Dyson 都有用過嘅，就係用個磅試風壓。你會見到咧 GHD 同埋 Grand Palm 咧都係大約120 gram 嘅風壓，而 Panasonic 咧就大約100 gram 左右，就比另外嗰2個細風。而實際用落咧，我自己覺得 Panasonic 個風咧係比較散嘅，而 GHD 同埋 Grand Palm 嘅風咧就去到頭皮多啲。咁點解我咁 focus 呢樣嘢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吹頭最 basic 嘅一件事咧就係要吹乾個頭皮，吹乾咗個頭皮咧，你先可以再吹髮尾。頭皮唔乾，你吹極把頭髮都唔會乾嘅，所以個風落到頭皮多啲咧，你個頭髮自然快乾啲。然後咧，今次我就加多咗一個方法咧去試嗰個風力嘅，咁我就整咗呢個筒嘅工具啦。其實本身咧呢個實驗咧係用嚟測試嗰啲離子嘅，但係我自己用落咧，我發現咧喺視覺效果上咧更加容易呈現到俾大家睇佢個風力嗰個出嚟個效果啊。咁通過呢個實驗咧，大家就好明顯就見到佢哋風力嗰種 power， 咁你就會見到係 Grand Palm 係勁好多嘅。同埋咧嗱，因為我本身呢個實測要保持客觀咧，所以好多嘢咧我都係叫做第一次試啦。所以我啱啱頭先玩嗰嚿嘢嘅時候，我發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 GHD 同埋 Panasonic 咧，佢哋有個入風位咧都喺後邊，所以頭先你見到我試嗰陣咧，一開機嗰時又無啦啦黐咗喺張台度，就係一啲傳統風筒成日都會有嘅問題，就係當我哋吹頭嘅時候咧，啲頭髮就會吸咗落後邊呢個位度啦。但係 Grand Palm 咧嗰個位咧就設計咗喺下邊啦，咁同埋佢係唔會吸咗啲頭髮入去嘅。同埋我啱啱發現咧 Panasonic 咧有樣嘢我自己覺得唔係咁好咧，就係 Dyson 啊，又或者 Grand Palm 啊，或者 GHD 啲咧都係就咁撳個掣俾你自由去 setting 嗰個熱風同埋風速啦。但係 Panasonic 咧，就算 even 我每一次都係開凍風去測試，重新開機嘅時候佢都幫我自動 setting 咗做熱風嘅，即係我每次都要重新去調校風速，佢又唔會記憶住我上次嘅 setting， 但係佢同時喺掣上面唔係一開頭就俾我去自由去校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有啲煩嘅。至於 setting 方面咧 ，Grand Palm 就有3段風速，每段咧都有冷暖切換，而 GHD 咧就有2段嘅風速，3段嘅溫度。Panasonic 咧就複雜啲嘅，佢有6個模式，但係我自己用落咧，其實感覺都係一啲冷暖風嘅 setting。之後咧就輪到呢個風嘴配套啊，咁 GHD 咧就得1個風嘴 ，Panasonic 咧有3個唔同形狀嘅風嘴加1個風罩，而 Grand Palm 咧就有4個唔同闊度、長短嘅風嘴，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 Panasonic 喺呢方面咧可能有多咗個風罩就略勝一籌。實測吹乾嘅速度咧 ，Grand Palm 咧就係1分29秒 ，Panasonic 係2分13秒 ，GHD 咧就1分43，咁所以 Grand Palm 咧就喺呢一 part 稍微勝出啦。睇到呢度咧，你已經都 feel 到我花咗好多心機去準備呢條 review 噶啦，所以喺呢度先 like 我段 video 先，然後繼續睇落去。
嚟到最緊要嘅呢個重頭戲髮質測試啊！咁我揾咗一位咧勁漂頭嘅同事啦，咁我而家就會將佢個把頭髮分3份，睇下吹出嚟邊個髮質係最靚。而家咧係完全冇落任何 product 嘅，咁因為我位同事咧如果唔落 product 咧，把頭髮真係好炸嘅，所以咧我吹頭嗰陣咧3 part 我都會用把梳一梳打翻開佢啲棘嘅。呢一 part 咧我就會用 GHD 吹啦，中間呢一 part 用 Grand Palm 啦，另外一 part 咧就用 Panasonic 去吹嘅。咁全部咧都會用最高風力同埋最高熱力去吹嘅。我同事話 GHD 嘅最高風力同埋最高熱力咧實在太熱啦，咁我哋而家咧改變策略，我哋咧全部 setting 咧都改做用中等嘅熱力同埋最高嘅風力。之後就到 Grand Palm 啦，之後到 Panasonic。所以咧，頭先你梳中間嗰隻咧係會用啲冇咁卡咯。我覺得3個吹出嚟嘅頭髮咧都唔係好差嘅，但係即係比較嘅話咧 ，GHD 咧就係最差一個。你會見到啲毛毛咧係多好多嘅。另外嗰2個其實喺毛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吹出嚟2個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光澤方面咧，3者比較咧，嗱你會見到 GHD 嗰個咧係暗啞好多㗎，但係咧 Grand Palm 同埋 Panasonic 咧其實係差唔多，即係髮質係差唔多，但係咧摸落個 texture 咧 Grand Palm 咧摸落係 soft 啲嘅，所以我覺得 Grand Palm 喺髮質上面咧係稍勝一籌嘅。之後咧就到咗額外功能啦，咁呢一 part 咧真係睇到我眼都花嘅，因為3個牌子咧都有各自嘅技術。咁 GHD 咧嗰個就叫做 Aeropress 啦，咁就講求高穿透性同埋順滑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吹出嚟唔係特別順滑啦。但 Panasonic 咧咁有一個叫做 Nano 嘅 Moisture， 主打深層補水、染湯防護。咁品牌數據咧就話可以令到水分提升18倍。而 Grand Palm 咧就有個叫做 Shooting Blast 嘅技術，就品牌實測係98% 鎖水。加呢個30.5% 光澤同埋減43% 受損嘅，而且係可以令到頭髮非常快乾。咁另外咧 Panasonic 咧同 Grand Palm 就有一個恒溫功能，但係 GHD 咧就冇噶啦。咁我自己個人見解咧，其實每個品牌出風筒咧都會講自己有咩技術啊，講咗啲百分比啊，但係盲點就係同邊隻風筒比較而提升咧。所以與其睇佢哋啲數字，我自己覺得不如做個客觀嘅實測。咁頭先試咗啦，我覺得 Grand Palm 對於髮質嚟講咧叫做稍勝一籌係最好啦。電線長度一個比較誇張嘅，咁 Panasonic 咧我度過咧就大概只有1.6米嘅長度啦 ，GHD 咧就係大約2.8米，Grand Palm 咧就有3米。咁其實我覺得2.8米同3米都係非常之夠用啦，但係 Panasonic 咧係短成另外2個成米嘅。咁頭先我用落吹落我嘅同時咧，其實由左去到右，我已經覺得個電線係非常之短，唔夠方便噶啦。而喺價錢方面咧 ，GHD 咧就係個風筒1895，Grand Palm 就係1980，Panasonic 咧喺 HKTV Mall 咧就做緊2080。然後咧，我想喺度 comment 咧，我自己覺得 GHD 如果係咁樣去比較嘅話，我覺得個定價就有少少貴。揀嘅話，我就係一係就 Grand Palm， 一係 Panasonic， 因為對髮質嘅影響就影響少啲。今次我就覺得個比較非常容易落決定嘅，個贏家就係Grand Palm 呢個 GP717噶啦，因為無論吹乾速度啊、重量啊，同埋對髮質嘅影響咧，我覺得 Grand Palm 咧都係好過另外2個，非常之易揀。咁呢段實測咧，我覺得嗰個功夫咧做得仲多過 Dyson 上次嗰個 review 嘅，咁都係真係落咗好多心機啦。咁所以大家希望係真係 like 我呢段 video 啊，同埋可以 comment 支持下我，話俾我聽到底3個風筒你就咁睇完呢段 review， 你會揀邊個風筒？咁而我呢個 channel 咧就會做好多唔同髮型嘅產品實測啦、髮型嘅教學啦，同埋我自己有少少嘅個人生活啦。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真係買到一個你心水嘅風筒啦。我哋下次見，拜。